嘉义中部的盐管社区邀请老师教时代把菜园当作是画布，佮用尖筒做笔，创造3D 菜园绘画课程，希望帮助时代透过立体美感来动头壳，也培养因的信心。老师摕着社童示范安怎伫菜园内底来画图。嘉义县中部乡的盐管社区，请会晓做3D 国际菜园会的高仔师傅来教社区的时代。毋捌看过啊，哦对吧？毋捌看过，真赞了呢。啊，做起来感觉敢有足困难的？老师足简单，毋过阮看有啦，水啦。要时代有这个机会来参与，啊，互时代参与了会欢喜，啊，有迄个兴趣来做。用注射的方式，把色水进入去菜园内底，变过来看，就变做一蕊花。这种毋捌看过的画图方式，互大位时代是紧紧看，拢想要亲身来体验看卖。要慢慢很有耐心的下去，所以我们会动用老人家的手的活力，也会减少老人痴呆，因为常常用头脑的就绝对不会有老人痴呆。毋捌做过这嘛吼，啊有时拢伫网络看到尔嘛，看人做。啊，真正操作的时候，感觉家己拢控制袂好，感觉做起来，家己的是各有特色啦，但是觉得很美啊。社区表示，这种立体艺术创作，互时代自由来发挥，大家毋但耍了真欢喜，短短的时间就会当摕到作品，嘛对时代自信的培养有真大的帮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